青英國際混合金杯賽第一場總決賽已經開始㗎啦，同大家立即介紹下參賽嘅9隻艇。最靠近岸嘅第一線係屬於來自多倫多加拿大嘅 Water Vipers， 第二線係 Bus Dragon 來自香港，第三線係香港浸大龍舟隊，第四線呢係清風龍，第五線係西澳九江龍舟隊，第六線中大龍救生隊臥龍，第七線榮理集團堅龍社，仲有第八線卓越運輸 B-Cross 同埋第九線飛星王。咁啊，仲要留意當然咧，喺我哋本地混合錦標賽尋日攞咗個冠軍嘅咧，就而家第4線嘅清風龍。至於國際混合賽冠軍亦都喺度啊，就係5線嘅西澳九江龍舟隊，兩隊都係冠軍級人馬，所以實力咧相當之高啊！500米嘅標準龍賽事，見到咧一開始哇犀利啊！5線嘅九江隊。仲有咧就係4線嘅清風龍啦，都係咧已經係彈咗出嚟㗎啦。但係而家睇到咧喺個距離方面咧越大越遠啊，就係5線嘅西澳九江龍舟隊咧就排咗喺第1啊！哇！見到佢哋咧越大越遠啊，已經咧超得成隻龍嘅距離咁滯啦。跟住而家排喺第2嘅咧就係6線嘅中大龍救生隊臥龍，另外4線嘅清風龍咧已經追咗上嚟啦，開始加力啦，嗱咬到6號線尾㗎啦，越追越近啊！另外咧喺外國仲有3線嘅香港浸大都係上緊嚟，嗱第1名應該冇乜影響㗎啦，但係第2名有得爭啊！4號嘅清風龍追緊6號嘅中大龍救生隊，另外3號嘅香港浸大都追緊上嚟，但係唔夠距離啊！結果第2名咧就係6線嘅中大龍救生隊臥龍，第3名係4線嘅清風龍，第4名係3線嘅香港浸大。